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中秋节要到了，除了文旦柚，嘛是西施柚的产季。高雄燕巢农会出产的西施柚大粒个甜，上界顶级的1公斤甚至会当冲到400块的关价，等于1粒2公斤外的西施柚都要1000块。 八开圆个大粒的西施柚是把甜个高尖，这是高雄燕巢出产的西施柚，重量有够，甜度拢超过11度，吃起来才感受到甜甜的口味，才好多入选。我们那个西施柚，我们的标准就是在这个每颗粒在600公克以上，最重的有差不多2公斤半的，当然那个数量比较少。 行入果子园，一个师傅负责采收，一个邓囡仔，一个人运送。这是农会成立的采购小组，依照专业的眼光选优质的水果。皮较厚，迄皮嘛无合格。第2点就看伊的重量，爱足一斤啦。啊，第3点看伊的成熟度，爱安尼，绿黄。就是这严格，这款大粒的西施柚每公斤会使冲到400块，等于是1粒差不多2公斤的西施柚都要1000块。因讲是柚中之王，虽然有较贵，不过西施柚外形水，阁好食，这是中秋送礼真热门的水果。